世界卫生组织把大考定义做一种慢性疾病。台湾健康人民调查就发现讲，台湾40岁以下的少年人有25%一天拢会啉一杯有糖的饮料，长期恐惊会造成大考得到心血管疾病，甚至是癌症。早起有立委佮民间团体就表示讲，因拍算要来修法，若无糖的饮料就免扣会务税。无糖免税。 健康加倍。7个民进党的立委甲民间团体等等的相关单位，17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，呼吁财政部会当修改货物税条例第8条，予国产无糖的饮料甲纯天然的果汁同款免扣货物税。安尼，毋但会当增加厂商生产的意愿，嘛会当用更较优惠的价销来刺激消费者买无糖饮料。既然他们都标榜健康无糖那我们就希望呢，未来这些饮品呢，能够透过由降税的方式。 来促进我们消费市场上消费者的选用。不加糖的这些饮料，他们会少收多少钱？大概会少收3亿到5亿。为了全民的健康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个3亿到5亿的这一个少收的一个税收是绝对值得的。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，台湾40岁以下的少年人，每天啉一杯有糖的饮料的比例有甲25%。 长期追踪发现讲，有糖的饮料甲大考、代谢症候群，也有心血管疾病有密切的关系，像是有致癌的风险。所以呼吁政府提出相关的政策，减少咱国民众食糖分的量。支不支持政府来对于含糖饮料加糖税或糖捐73%的民众支持的？要来仿效欧盟的 FOP 的标示的精神，就是用颜色有。 这个绿色、有黄色、有红色，让消费者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他要怎么选择。有诉讲，当咧研究新的包装食品顶悬营养资讯的标示，互民众来参考。另外，因财政委员会18会摆审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，财政部强调讲，各委员提案的版本拢会尊重，目前也无要表达意见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